号访问的是国民党提名给屏东县长常宪营简泰龙参选人，您好。你好，吴你好，各位观众好。我知道您是在新园东港这边长大，对不对？新园乡东港长大，对。新园东港这边可能客家乡亲没那么多，但其实整个屏东县大概有2%-3%的客家乡亲，快要20万人了。那您最近这样勤跑基层，您对屏东客家的印象是什么？那在客家语言的传承跟发扬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在屏东县可以怎么做？我认为屏东是一个多元文化很丰富的一个地方，有客家，有闽南，有大陆来台的外省籍的，还有原住民，所以它是包含了各个族群。那各个族群的语言应该要去推广。现在有一些隐形的住在，像我去拜访车城乡的保利村，那个保利那个地方的人，整个村都是客家人哦，但是他们不会讲客家话，他们有一个很小的文物馆，他们希望我当了县长以后能够把他们建立馆给他们，我说我同意。可是我跟他们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学习客家的语言，你只管保留客家的文物，只告诉说你们曾经是客家人。可是如果能够把你们的每一个小孩子，在这个馆里面，在这个村里面，有人在教客家的语言，然后把语言能够留存下来，那这才像一个比较像样的客家。所以一方面要政府来推动，比如政府在学校里面加强母语的教育以外，那民间你要协助民间，补助民间，办理一些的活动，协助民间成立一些客语协会，专门以推动客家语言为主的，或者是客家文化为主的这些的团体，对于客家事务的推动，大家有一个反应，就是第一个就是预算编列的太少。今天占有1/4人口的客家，你要推动客家文化，推动客家的事务，你的预算应该扩充，编列更多的预算来执行。您的想法是大概要多少？这个预算要看需求，你必须先有业务，你才有预算。当你当一个县长的时候，多少的业务，你就要编列多少的预算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要多启用客家人才。既然屏东县有1/4的客家人，那你屏东县的客家人、客家的公务人员、重要职位的人，跟实际的不成比例。这是一般大家的反应。我们讲到这次屏东县的选情哦，其实因为大部分媒体版面可能都被北部抢走了，所以其实屏东县对，就是选情让很多可能其他县市的乡亲是不太感觉得到的。那在屏东县，其实您主打的就是像您的那个腰带一样是行政高手。那您可不可以跟乡亲报告说，您最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？你希望屏东县你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想要怎么解决？我觉得选举最主要就是2个最重要的，我们讲的选贤与能嘛。第一个就是你本身候选人，你的品德操守要能够经得起严格的考验。第二个最重要的，当然就是你要有执政的能力，你要对一个县政有规划的能力。这段时间，屏东人在民进党执政17年，民进党执政17年以来，选票很好拿，每一次只要差个力气，大概几乎都会当选。可是从我回来以后，我感受到这一次民心在变。为什么民心在变？因为民进党在这里17年的执政，绩效不好。比如说，青年的失业率全国第1名，人口的流失量全国第1名。我们现在全国各县市里面，我们的财政也是分在第5级的，最穷的几个县市其中的一个县市。远见杂志曾经做过屏东县跟全国竞争力的评比，屏东县是排名在全国倒数
第2名，而且是2年连续第2名，也曾经拿过最后第1名。所以屏东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充分的感受到屏东必须改变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我用翻转2个字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屏东。这一个17年来的执政，这个县政这个螺丝已经松动，甚至螺丝坏掉，没有更换。所以这些事情，整个屏东县县民都已经非常的清楚。17年来，因为大家投票给民进党，对民进党的期待，但是对民进党这些期待，让民进党选票很好拿，也因为选票很好拿，民进党执政者不会珍惜这些选票，所以这几年来没有建设，建设越来越少，负债越来越多，没有建设，不懂得把整个县政管理好。所以屏东县民大家都已经充分了解屏东县的县政，非换党、非换人执政不可。这一次刚好我有中央，我被中国国民党征召回来。其实我要回来之前，我曾经推迟了6个月，当时几经思考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为屏东的建设，为了选县长，我现在在这边奔波，在这边努力，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我只有一个目标。身为一个屏东的子弟，一个从台北、从外乡回来，只有一个心，要来建设我们的故乡。所以这个民调的，不管媒体说民调您的落差有多少，对您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自己也在做民调，当然我们会做民调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民调低，可是对方的民调一直在掉，我们民调一直在提升。屏东是一个乡下地方，它不是一个都市地区。民调我当然一直做参考。民调现在你晚上打电话到各乡镇去的民调，都是留在家里的老人家比较多。我曾经做过民调，连我的对手他的乡，有时候我都会赢他。这个民调会准吗？有时候连原住民乡好像他也赢过我。那么这些我只是举比较极端的例子。民调是可以做参考，但是民调不是绝对的。我有信心，我会打赢这一场选战。